妾身给陛下请安。免礼吧。妾身与陛下真是许久未见。妾身看陛下气色郁结，不如妾身为皇上泡一杯茶，帮您通经活血吧。不必了，朕只是路过此地，歇歇脚便走。最近陛下可是因为政务而劳顿，妾身看陛下精神确实欠佳。陛下为了政务，恐怕只会劳顿疲惫而已。现如今，陛下脸上却写着烦躁不安，恐怕是为了一个情字吧。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朕？不要自作聪明。妾身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还请陛下不要怪罪。妾身不过仗着与陛下10几年的相识，妄自揣测陛下的心意，想要帮陛下排忧解难罢了。那你倒说说，朕所烦心的是什么？人为了情，无非就是2种：爱别离和求不得。我猜陛下是求不得。人啊，总想着那个不想自己的人，没想到到最后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他若能像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。妾身从前做了许多错事，现在已经幡然悔悟，别无他求了，只希望能陪在陛下左右，帮您解忧。偶尔的你倒是能为朕排忧解难，这倒是好的。只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……妾身甘愿降为婢女，侍奉在陛下左右，以后陛下再遇到这种烦心事，也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朕便答应你。谢陛下。